新竹山区的五峰乡尖石乡易洪性铁力767个人，可能受到水崩山影响的徛家，拜三暗都已经先宣布易洪性铁力。县长杨文科嘛去收容所慰问乡亲，感谢救灾人员。大水是真串流，开明风带带来大水后，新竹尖石五峰也传出灾情，路边的电火条啊直接被吹倒，涂骹也拢是大大细细石头，看起来是真危险。风雨是越玩越大，凌晨也很大，凌晨1、2点我都没有睡啊，山区都习惯了，可是还是要撤离啊。哦，当然担心，河边那昨天的雨很大，担心土石流。对啊，还有土石流。根据在海应变中心统计，因应开明风台，新竹县有风性铁力767人，其中尖石乡112人，五峰乡55人。尖石五峰两乡的土石流保存户也在24暗时完成有风性铁力。开明带来雨量影响山区，甲鹿川九林有土石送去的状况。尖石乡长协调警消各军等单位来协助，铁力总用6号保障居民的安全。收容所内底放简单的倒椅、架床，提供民众休困。县长杨文科也去巡视五峰乡收容所的情形，佮感谢各单位跨部门合作，将灾害降到上低。尤其是对于五峰、尖石2个山地乡，我们昨天也动员了，把部落里面的通通把它这个接到这个安全的位置来，所以目前情况非常好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根据新竹县灾害应变中心上新的统计，到15中到12点，全县各项灾害通报总共是80件，其中路树、电火条啊、围篱、看棒顶落入去，或者是倒去有49件，车路石头连落甲土石崩塌有14件，部分停电有7件，其他协助案件10件，大部分通报案件已经处理完成，少数处理当中。全县主要道路通行拢正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